大家好啊！今集我哋將會出發去京都玩2日，去南山食豆腐料理同埋行下商店街，搭纜車上比叡山，參觀延曆寺同埋喺延曆寺會館食精進料理，仲會去祇園試下純素豆乳拉麵。咁我哋依家就開始京都找數之旅。我哋喺南波出發，搭9點35分嘅觀光特急列車AONIYOSHI去京都。觀光列車嘅介紹將會喺片尾再同大家分享。今次係我哋第2次去京都自由行。第一日我哋會重遊南山，因為想再食西山草堂嘅湯豆腐定食。嵯峨南山 JR 站旁邊就係南山小貨車嘅車站，站內設有手信店同埋售票處，售賣南山小貨車同埋寶津川遊船嘅飛。我哋係12月嘅時候去，當時仲設有期間限定嘅列車光之幻想列車，俾大家觀賞夜晚嘅紅葉景色。西山草堂係位於天龍寺隔離嘅豆腐料理店，呢度只有一款湯豆腐定食可以叫。餐廳嘅環境係傳統嘅和式風格，坐喺榻榻米上邊用餐。如果坐唔到榻榻米，可以叫店員攞凳仔嚟坐。入屋之前要先除鞋，將鞋放入鞋櫃入邊。入去坐低之後，店員就會俾菜單我哋睇，同埋問我哋嘅飲食要求，例如食唔食蛋同埋食唔食蔥。菜單上面用日文同埋英文列出湯豆腐定食包含嘅菜式，同埋每一道菜嘅成分。飛龍頭即係喺豆卜入邊包住白果、百合、木耳同埋甘筍。胡麻豆腐嘅質感好綿滑，面頭放咗薑蓉，底下係昆布豉油。豆腐壽司嘅表面放咗一塊腐皮，隔籬係麵豉醬茄子同埋菠菜金菇。天婦羅包括有炸豆腐、湯葉、秋葵、青椒同埋大豆素肉。炸豆腐係用紫菜包住，入邊裝住山藥蓉。湯葉係用昆布綁成蝴蝶結嘅樣，炸得好酥脆。湯豆腐鍋係 share 嚟食，開頭豉油係放喺鍋入面助熱，上菜嘅時候店員會將豉油拎出嚟，將豉油倒入碟入面俾我哋。豆腐好滑，好有豆嘅香味。豆腐鍋嘅湯底放有幾片昆布，但其實整體係冇咩味，所以滑豆腐要點豉油一齊食先至夠味。食飽之後就沿走廊行去收銀位置俾錢。我哋一開始諗住去嵯峨豆腐道嘅本店食晚飯，坐低先知原來冇素食套餐提供，所以我哋行前少少去嵯峨豆腐道嘅北店。餐廳嘅環境都幾大，就算一大班人一齊去旅行，都唔使怕冇位食飯。用台上面嘅平板電腦點餐，點素食套餐之後，如果大家係唔食五辛，可以揀走蔥。套餐包括有湯豆腐、腐竹、燒麻薯、五穀飯、胡麻豆腐、漬物同埋蕨餅。竹筒裝住腐竹同埋豆漿，味道淡淡地，但幾香豆味。湯豆腐嘅味道都係比較淡，可以點豉油一齊食。燒麻薯幾煙韌，
隔離放咗甜麵豉醬。第二日，我哋一早出發前往比叡山，去延曆寺食精進料理同埋欣賞琵琶湖嘅靚景。去比叡山嘅路線主要有3種，包括琵琶湖版本路線、京都百瀨路線同埋京都直達巴士路線。我哋由琵琶湖版本路線上山，京都百瀨線落山，返去京都河原町一帶食晚飯。如果大家有興趣想知道去比叡山嘅詳細方法，可以喺下邊留言。之後我會再整一條比叡山嘅足本版影片，同大家分享比叡山嘅交通攻略。我哋沿指示慢慢行上山，去到延曆寺嘅門口，要先喺售票處買飛，成人每位1000yen。我哋去到嘅時候已經差唔多食晏嘅時間，所以我哋先去延曆寺會館嘅餐廳食飯。雖然餐廳喺酒店入邊，但唔係住客都可以去食。呢度提供3款午市精進套餐同埋1款比較豐富嘅比叡御膳。要先喺門口點餐，跟住店員就會安排座位。窗口可以見到琵琶湖，冬天嚟仲有機會可以見到雪景添。烏冬同埋蕎麥麵定食都包埋飯團同埋配菜。飯團係用冬菇、昆布同埋胡椒粒一齊包，所以食到淡淡嘅胡椒味。飯團嘅隔離放咗2片即蘿蔔，2款麵嘅面頭都放咗日本水菜同埋腐皮絲。豆腐當包埋配菜、漬物同埋1碗味噌湯。豆腐嘅表面放咗薑絲，豆腐好滑，底下嘅飯撈咗醬汁，感覺比較濕。今次再訪京都，原本計劃上比叡山只係為咗可以搭下纜車，令行程更加豐富。點知俾我哋睇到雪景，我哋沉醉喺雪景當中，唔捨得離開。但即使幾唔捨得，都係要繼續我哋嘅行程。離開延曆寺之後，我哋搭巴士上比叡山山頂。山頂設有觀景台，俾大家欣賞琵琶湖嘅景色。呢度仲有花園美術館，但我哋去到嘅時候遇上冬季休館期，所以冇得入內參觀。影咗一陣相，我哋就搭纜車落山，去京都河原町行街。夜晚我哋去岐原豆乳拉麵食晚餐，餐廳喺環街入邊，門口放咗餐廳嘅招牌。點餐係用 QR code， 系統預設嘅語言係日文，但可以轉換成中文同埋英文。食物主要係5辛素，點餐系統有一頁列出無5辛嘅食品。我哋叫咗枝豆同埋無5分白味噌豆漿拉麵雪月，豆乳湯底好 creamy， 味道有啲似白汁，不過就冇咁流。牛蒡絲咬落幾爽脆，好香麻油味。煎年糕質感比較實，帶有煙韌嘅口感。我哋仲叫咗個櫻花抹茶味純素布丁，面頭係一塊脆嘅焦糖，底下嘅布丁係液體狀態。我自己就覺得麻麻地好食。
2日嘅京都之旅就嚟到呢度啦，希望大家會鍾意我推介嘅京都素食。影片完結之前，同大家簡單介紹下連接南波、京都同埋奈良嘅觀光特急列車 Aoniyoshi。列車以奈良時代作為設計嘅主題，用奈良時代官位12家入邊最高級嘅紫檀色嚟塗裝。成架車有4個車廂，總共84個位。1、3、4節車廂係雙人位，第2節車廂係沙龍位同埋餐車，售賣甜品、小食、飲品同埋觀光列車相關嘅精品，仲有紀念乘車證可以免費攞。觀光列車一日有8個班次，原則上每逢星期4會停駛。由南波出發就只有1班車，所以大家如果想搭Aoniyoshi，記得搭之前1個月，喺日本時間10點半準時去近鐵官網搶飛啊！我哋依家準備出發去奈良啦，下集奈良見，拜拜！希望大家會鍾意我嘅影片 ，subscribe 我嘅 channel，like 同 share 呢條片俾更多朋友睇，仲有 follow埋我嘅 Instagram。